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新闻世界通》，我是苏眉，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。东北亚迄边，美国甲南韩今日开始联合军演4天，要来吓北韩，互北韩较暂时的卖少受动用核武器。不过北韩犹原无咧甲信岛继续试射飞弹，规个南韩拢伫咧飞弹的射程范围内。这届美韩的军演，美军是调动第7舰队的雷军号航空母舰的战斗群进驻釜山。韩国的海军嘛派出20多架军舰，是这5冬来美韩海军上届大规模的演习。美韩两国海军顶届大规模联合军演已经是2017年11月的代志，到即嘛将近5年。当时包含雷根号在内，美国出动3架航空母舰，也甲美韩两国海军大批主力舰舰，伫日本海海峡联合演习，为也为着安保北韩，并将处理朝鲜半岛局势的主导权交予有关国家外交单位。年度演习的规模求水，甚至取消。韩国北京甲青瓦台先后改定换代，朝鲜半岛搁再出现紧张对立的局面。北韩搁再展开密集的飞弹测试，甚至放掉动用核武。就伫雷根号航空母舰到釜山了后，北韩2号又搁发射底停飞弹，互5年来规模上大的美韩海军演习显得更加敏感。We leave the messaging to the diplomats. Our interactions with Iraq Navy are tactically purposeful in developing interoperability to ensure credible combat power. 外电报道指出，北韩第2号发射的飞弹飞差不多600公里，弹道宽度是6万公尺左右。虽然属有底停飞弹，不过会当炸核子弹，飞弹射程会拍到朝鲜半岛南部。国家进前通过立法，授权飞弹部队会当先发动攻击。不过路透社也引用专家话讲，北韩的动作是为了提高对美国谈判的条件，上主要目的是促使美国放令甚至解除制裁。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。世界上大条，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。头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。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明在国葬，今日安倍骨头府送去日本武道馆，因落榜19声礼炮第一。韩国朝鲜日报报道，南韩总统尹锡悦表示，若中国拍台湾，北韩可能会趁机会起诉，所以南韩会甲美国加强同盟，应付北韩威胁。英国《Times》报道，英国财政大臣答应要扩大减税，协助数百万的公务人员减轻大头。昨日是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指出，意大利正在举办国会大选，引起出口的民调显示，右派意大利兄弟党如果会争做上大党，总主席梅洛尼有机会争做意大利头一个女总理。上尾是华盛顿邮报，罗西亚总统普廷下令调兵，后来反弹是愈加愈热，连个全官员拢表示不满。自从罗西亚总统普廷下令调兵了后，侪罗西亚国民是行就街头抗议，甚至是赶紧逃出国。面对这款情形，普廷唔但无反省，甚至阁要修正刑法，逃兵上重会当判10年，拒绝做兵卖互掠去关。也若是伫战争当中投降，甚至互关到15年。有新法令指出，若是外籍人士自愿做兵1年，就会当做罗西亚公民。伫即个罗西亚当咧大乱的时阵，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就趁机会甲罗西亚人民发声，讲因的领导人根本就是要叫人民去死。泽伦斯基阁专讲用罗西亚语呼吁俄军赶紧投降，讲投降总是比保命较好。А почему вы зачем забираете нашу На кого напали? Куда? На Россию куда? Они не то, что Россию напала. Это Россия напала на Украину. Россия напала на Украину. 俄罗斯颁布军事动员令，伫全国真济所在引起示威潮。把国家所地区的达吉斯坦共和国超过100人将一条高速公路围篱。根据俄国媒体报道，警员想要对抗明枪吓惊示威者，有人向前甲警方理论。另外，会当看到有人直接互掠走。今仔24暗，就有大约740人互拘留。总统普廷下部分动员令是自世界大战以来的头一摆军事动员令。政
调30万澳币军人前往乌克兰前线，引起民众反弹。圣彼得堡、莫斯科市中心拢有民众甲警方对抗了后，互逮捕。另外，征兵官员向错误的对象发送定调文件，一寡无军事经验也是已经过征兵年纪的男性互定调，也造成不满。这个动员令对刀兵甲自愿投降者分别处上关10年甲15年的重刑。而是迄天，俄罗斯甲乔治亚的边界大约都有2300台的车辆排队等跨境，因已经排队排3天啊。Всем подряд, то есть никто не знает, кому придет повестка завтра. 事态发展到这，是因为俄罗斯最近伫战事卡书面，部分分析家认为俄军后勤足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以俄语向俄罗斯民众发声，表示因的总统是调讲予大家去丧事，佮呼吁俄罗斯部队投降，乌克兰将文明对台。到伫泽伦斯基发出言论的时阵，克里姆林宫伫乌东甲乌南控制的4个地区举行立俄公投，冲突再度升悬。公视新闻黄云玲编译。同款是天灾消息，咱来换来看美洲。咱国中美洲的邦交国瓜地马拉南部的城市是有一条路熊熊崩起，一声就落15公尺深，有过路的车全摔落去，目前是有3个人受伤，2个人下落不明。而且这已经不是头一届瓜地马拉发生这款情形啊！也那北美洲的加拿大东部，飓风菲欧娜造成严重的灾情，大英甲沿海厝规栋加入大海。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因为这个灾情，临时取消参加经日本首相安倍各种的行程。为顶悬看落去，瓜地马拉南部比亚努爱瓦市区这条道路熊熊塌2个大坑，救援人员用工具机把落落坑内汽车吊起来。入去坑内的搜救人员比起来看到真细汉。救援人员表示，这坑差不多有15公尺深，已经知影至少有1台汽车加1台机车经过这个路段的时阵，无细字落落去。Ayer se tenía el dato de 3 personas que resultaron heridas, los tripulantes del vehículo particular y una motocicleta. En total fueron 3 los que se reportaron ayer y hoy continúan las labores de los cuerpos de socorro en la búsqueda de más personas. 除了把3个受伤的民众救起来，救援人员也持续找找2个失踪者的下落。初步研判，事故原因好亲像因为落大雨冲蚀所造成的。这不是瓜地马拉头一届发生类似事件。2007年甲2010年也分别发生厝甲卡车熊熊落落大坑的意外。外看加拿大，风台菲奥娜24登陆加拿大东部，时速有107公里的强风，伫沿海地区卷起真大海涌。头一个拄到的巴斯克港受灾上严重，有20多户民家毁损。救援之间看到沿海厝体和大海涌现一个脆糊糊，会当讲唔敢相信。Yeah, we watched a house over here just completely get ripped off its foundation by a wave, and there was actually a house behind me, right where we're standing, and that's completely gone now. And we watched that one just disappear. 另外，还有73岁负责人不幸死亡。这个风台造成几60万户停电，当地到礼拜还搁咧抢修。总理杜鲁道也为这件代志取消前往日本参加安倍各种的行程。伫这进前，菲奥娜阁穿过加勒比海，至少夺走8条人命。公司新闻曾慧敏编译。普通人一世人要买一栋家己的厝，都要欠长内度几60栋。侪人会买有修的厝，因为会比换厝较俗。不过，伫咧中国，却常常发生建案起无起来情形，厝无起，贷款共款爱纳，互买厝的民众真都是蹦蹦渺渺。虽然讲政府提出政策要来斗3工，不过根本就袂付钱。细市富人人挂着大包小包的物件，黑暗中爬楼梯上楼。这栋位伫广西桂林，外表看起来真有气势的34楼建筑，是真真正正烂尾楼，内底无水无电无家私，厝内空空无物件。我没办法，还太热了，我就在这个地方打个地铺睡。这间2房大约21平的厝是55岁住伫河北的县市富人人，伫2019年初买予后生结婚用的。当初建商拍出有水环景观、空气品质真好的口号，吸引真侪人小姐买这个有修建案。想要到2020年中就出问题，建商的母公司互法院指控违法募集资金3.4亿人民币的资金互没收，有修处被迫停工，消息传来，互人拢讲起。好像从天上一下掉地下去了，就那种感觉。感觉这个家里所有的心血都投在这房子上了。本来吧，儿子都那么大了，俺给他买个房，
他有个手艺，到这个地方，哎，能自行这个创业，没想到房子烂尾了。细市富人人接备着家庭的谅解，被标一个人搬离罗尾楼，受害唔乃一人，其他大约有20户的厝主也住伫互人新厝的新厝，因客人呢伫建筑外的水道头接水，临时设置2间临时便所，过着像贫民窟同款的生活。你老百姓一辈子买套房，到现在这么不容易，都是种地的老百姓。伫中国像安尼的罗尾楼，全国各省拢有300多栋，买无有经停工的有售厝厝主家己计较房贷的风潮，和罗尾楼的问题更加严重。就是说这个问题啊，首先它会影响到一些房屋的交易啊，影响到大家对政府的一些公信力啊，对吧？也可能会使得开发商的债务问题越来越大。所以说这个问题呢，它其实从这个经济层面啊、企业层面啊、社会这个层面、预期层面啊，都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这个内容。虽然北京当局已经推出援缴房贷、甲用租纾困计划出面解决问题，也毋过速度慢、成效无好。当时有报道指出，中国房地产强要崩盘，当引起一连串的效应，包括材料、家电、承包商、甲银行等下游产业拢受到冲击。加上因为疫情因素真正丰盛，影响经济活动。外界烦恼中国恐惊会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。公司新闻站回编译。伫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岛国古巴风俗保守，对家庭佮婚姻的观念当然就较传统。伫咧1959年的时阵，甚至要甲同性恋强制送去劳动改造。想要到1979年，才20年的时间，伫咧家庭法的背景下，同性恋的性关系竟然就通过合法化。这项转变伫咧全世界一个国家当中，算是行伫咧正头前的。3年前2019年，因为政府要发起同性婚姻合法的议题，不过伫咧教会甲风俗的强烈反对之下来失败。2022年今日，古巴的政府举办新家庭法的公道案，法案的内容包含同志婚姻合法、同性伴侣收养囡仔等等。咱先莫讲这项公道案敢会通过，这项公道已经互同性的权益向前行一大步，而且发生伫咧较保守的国家，是互人较想袂到的。古巴公投第25透早举行，总统迪亚斯卡奈甲夫人做伙伫投票所出现，挺政府所推广的新家庭法。Mi expectativa es que la mayor parte de la población de un voto por sí y tenemos que acostumbrarnos que en temas tan complejos, donde hay diversidad de criterios. 前总统劳尔卡斯楚嘛前往投票，结束了后，甲边仔监票的学生囡仔握手。古巴政府推广的新家庭法，强调性别平权、消除歧视、尊重多元家庭价值，并保障儿童、长者甲新长者的权益。新法高修正婚姻的定义，未搁限制一男一女，代表同性婚姻合法。同时也开放同性伴侣收养子女，也甲非商业性的代理引庙。Por eso te decía que más humano, más sensible. Porque nos incluye a todos y todos debemos respetar la sociedad. 政府大度修改1975年实施到即马的家庭法，对于一向奉行共产主义的古巴社会来讲，是真重要的里程。较早古巴同性恋公开效果，就是送军事劳改营。古巴政府要伫2019年计划同性婚姻合法，啊，毋过伫教会甲舆论强烈反对，煞失败。同志团体是讲，这个选举毋是选民检视政府政绩，是政府借由公投接纳同志平权的潮流。互古巴多元族群倡议运动向前进一大步。新家庭法虽然保障更较侪族群的权利，啊，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赞同。部分民众对同志婚姻合法也是持保留的态度。国家古巴拄拄着30年来上较严重的经济危机，民众连民生需求都强要有问题。民怨真侪的情况下，而且部分选民会以反对票来表达抗议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，我是苏眉，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，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。